APEC 年会当咧秘鲁首都利马进行，咱的驻秘鲁代表处伫咧市区的重要车路，用大型的电子看板宣传台湾的半导体特色。但是当地媒体报道，伫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位进前，有中国人士把这个电子看板断电40分钟，甚至有中国公民冲入去大楼内底要把看板拆掉。因那咱的代表林信基是伫咧会场参美国总统拜登等等各国的领袖会谈。APEC 期间，咱驻秘鲁代表处伫利马市交通要道刊登7个大型形象广告，强化台湾半导体优势特色。不过，秘鲁当地媒体报道，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时到秘鲁进前，有中方人士甲位伫机场附近播送台湾广告电子看板，严格断电将近40分钟，甚至有挂喙暗后面的17名中国公民一度要进入刊登咱方广告的大楼，想要用玻璃的手段甲伊拆掉。Hemos tomado conocimiento que personas extranjeras han venido cubiertos con mascarillas con la intención de entrar por la fuerza y despojar uno de los paneles publicitarios que tenemos en la azotea del edificio, sin consentimiento y bueno, aprovechando la ausencia de la autoridad policial. Y eso nos perjudica porque estamos en estado de zozobra. 咱驻处代表批评因的无理行为，就显甲一般民主社会严重来脱离，已经协助广告商来加强相关的维安。尽管中国安尼施加压力，咱国领袖代表林信义继续伫 APEC 会场中甲各国领袖代表互动。伫领袖甲贵宾非正式对话款节期间，林信义甲美国总统拜登进行晤谈，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也伫边仔听。林信义除了甲拜登就台美议题进行交流，也感谢拜登过去4年促进台美关系贡献，更加邀请伊未来访问台湾，气氛真热烈。另外，伫暗时宴会时，林信义甲泰国总理贝东丹开讲，拜登也伫边仔。原来林信义的正评是坐新加坡总理黄顺才。公视新闻综合报道。